看这位前立委黄义高，昨尾阿嬷讲对老死亡，享受69岁。监视器有翕到伊家己一个人坐电梯到楼顶，伫尾阿嬷5点11分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讲为楼顶栽落来，马上甲送病院急救，已经救袂转来咯。这个消息一个现光，各界拢真意外，真着惊。早起有袂少政界的人士拢出面来表达哀悼甲唔甘。前立委黄义高昨尾阿嬷坠楼身亡，艺人白冰冰受气讲，亲情捌伫17收过来自黄义高的简讯，拜托亲戚朋友加照顾因查某囝，袂说你暗示啥物。因查某囝嘛讲，代志发生前3、4天，才甲因老爸见过面，食过饭，当时无发现啥物问题。黄义高从政期间风度翩翩，话题不断，捌代表亲民党甲国亲联名做立法委员。2012年连任失败，就无咧插政治啊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唔敢相信。黄义高是伊数十年忠实的好朋友甲好部属，两个人最近才通过电话见过面，人就安尼离开。宋楚瑜讲伊真唔甘。后事，亲民党会尊重家属意愿，全力的协助。黄义高熟悉超过30年的台中市长罗秀燕，嘛讲伊会全力协助相关的治丧事宜。政坛人士无分哪力，拢表示唔甘。黄义高先生是个人才，也走过很风光的时代，是非常客气的。那问政也很专业，也会很尊重每一个人。所以在朝野席上说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恶言相向，他是笑的。他对很多事情非常的豁达，他也会消遣自己。但是很遗憾，如果昨天下午2点钟我早一点看到他的 LINE 的话，我跟他通电话，或许有一些情况会改变。黄义高甲何丽玲周玉蔻恋情捌轰动过，周玉蔻伫广播节目表示对生命的看法。老一代的人，请你要活出自己，不要在乎别人讲什么，根本就不需要付出这种无意义的代价啊！这是我对生命的看法。周玉蔻用家己的方式悼念旧情人，嘛互人真好奇，当年女主角之一的何丽玲即马安怎？1998年黄义高参选台中市的立委，所有行程拢会使看到伊女朋友何丽玲陪伴伫身躯边。但对黄义高印象往往停留伫当年伊风度翩翩、恬静真久的黄义高雄雄过身，嘛互各界拢感觉真惋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